请早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疫情，哪亲像搁行起来？昨昏本土病例有364例，到前回归的有219例，加起来已经要挖600例，死亡的病例有17例，加上4界拢有群聚感染率标。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坦白讲，这毋是好现象。陈时中嘛呼吁民众后礼拜5日节，毋好返去故乡，才有法度控制疫情。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伫传，礼拜4、初3新增加364例本土个案，另外还有9前回归本土个案219例，综合所有的新增加本土个案583例。以新北市265例上济，过来是台北市224例，苗栗34例，桃园市30例，彰化县15例，台中市5例，基隆市4例，台南市2例，新竹市、花莲县、宜兰县甲高雄市各1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苗栗出现移工群聚，疫情好亲像出现新的高峰，这不是好的迹象。主要是一个移工，这样移工的一个群聚。那今天在苗栗这边也大规模先针对这家公司里面的员工，大概7000多位，那展开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筛检。另外，也新增加17例死亡病例，其中1例按4262是40多岁女性，无慢性病史。5月13破病，当时采检 PCR 是阴性，不过镜头也是持续。8天后再一次采检，才阳性确诊，不过真不幸断院6天，也是救无回来。一次的阴性，也许并不代表真正的阴性。那如果还是症状持续的话，那也可以继续出来接受检验，继续接受筛检哦。那希望早一点确诊，那早一点做后面的适当的分流的安排。因为后礼拜都是5日节，但是中也呼吁民众无必要就莫回乡，尽量莫做长距离的移动，也加群聚，而且5日节连假的双铁这的公共运输量会降到剩2成。希望大家能够没有必要就不要返乡，不要做长距离的移动。那我们也跟交通部也请交通部把这个由于在端午节那个连假期间能够把公共运输的量，长程的公共运输的量，能够把它维持在2成。陈时中提醒，最近发现少年人染病的比例增加，新增加个案当中，20岁至30岁染病的比例，为原来19.9%升高到25.2%。可能是少年人看到前2天疫情有较缓和落来，移动群聚较济，防疫放松才会造成这种现象。所以再一次呼吁民众，也是减少出门，过来洗手、挂嘴罨，共同把疫情控制好。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赶紧来关心天气。气象局已经针对彩云风台发布海上、陆上的风台警报。恒春半岛、屏东爱提防强风大雨。咱来看云图，伫云图顶头已经会当看到彩云风台伫台湾尾。今日早起，今仔日规工，恒春半岛会出现雨势，加上北边的风面已经瓦近，中昼左右雷阵雨会愈来愈明显。伫各地山区，也有大台北地区，有机会会上大雨，雨会是愈急愈粗，落雨的范围嘛真宽。气象局早起已经针对12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嘉义、南投、云林有发布大水雨特报。若风台中心下暗通过台湾南部了后，就有机会会减弱转做热带性低气压。若拜六礼拜随望风台减弱，也毋过外围环流会甲风面夹做伙，所以雨水真高。全台湾尤其西半部有机会会落青光雨，但雷公透强阵风。若沿海嘛爱细致，强阵风甲长影，乡亲爱踮伫厝内做好防灾的准备。赶紧来关心今年第3号风台彩云，目前伫高兰边偏西南边的海面上往东北行，对恒春半岛、屏东也有台东威胁是哪来哪大。气象局伫头大8点40分冒开记者会，咱来听气象局详细的说明。气象局针对所下的雨，要先提醒大家啊，在下雨的时候，在山区、大台北地区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也就是说，在很短的时间会下很大的雨。我们气象局也发布了豪雨特报，提醒大家，今天在整个山区，还有屏
恒春半岛山区恒春半岛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其中在南投山区和云嘉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而且这个雨它有些地方还会下到晚上。之后嘞，我们就要谈谈后续的天气形态。今天下半天晚上，等到台风的影响逐渐的减弱以后，其实北方的锋面已经很靠近我们了。锋面上旺盛的对流云系会给我们带来明显的降雨，预估在锋面影响，尤其在周末这2天，各地都会下阵雨或雷雨。在西半部和东北部地区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出现的可能。当然，我们非常希望这次的台风以及未来在周末甚至到下星期一影响我们的梅雨锋面，会带来有效的降雨。但是气象局还是要提醒啊，旺盛对流云系它带来的剧烈天气，包括瞬间强降雨、闪电、雷击、强阵风现象，会带来不便甚至一些灾害。这部分也是我们大家要小心的。头头听到的是气象局上新针对风台说明。接来，咱继续关心疫情。台北市的警察局大东分局连日来传出有警察确诊，结果甲伊有业务交叉的另外一个警察，即马嘛起获着。另外，伫新北市的沙丁埔分局厚德派出所嘛传出主家的阿嫂发烧确诊，加在警察采检了后，全部拢是阴性的。严格这警察即马全部拢爱居家隔离。目前是成立机动派出所24点钟服务民众。消毒人员将规间派出所内外外拢消毒过一遍。新北的沙丁埔警分局厚德派出所，团讲有一位召开的工作人员发烧去病院采检，拜三确诊。沙丁埔分局迄天就是要求厚德派出所全部拢做采检，好加在检验结果全部拢是阴性。目前所有的人居家隔离，对民众担心的治安的问题，厚德派出所成立机动派出所，由附近的派出所支援，24点钟久受理报案。台北市大同分局进前有一位警察确诊，结果分局伫初3暗证实，一位甲伊有业务往来姓林的警察也确诊。大同分局讲，一位姓林的警察进前快筛结果是阴性，不过初二接到卫生单位通知讲 PCR 是阳性确诊，目前拢无症状，伊的职务也无甲民众有接触的往来。国内疫情严重，医护警消一直传出确诊的消息。台北市一员警察局初3也传讲有一位警察确诊，目前这位警察居家隔离中，可列50位接触者做快筛，结果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港，高雄港第2港口昨昏晚到11点半左右，火船烧浓，沿道停车几若10个货柜嘛拢连落来，损失尚无有上亿。高雄的港务公司即马是表示讲，目前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弄落啊！货柜船先测到停伫码头的货轮船首，甩去驾驶舱，搁弄到码头的旧式吊车 GC8，吊车倒落去，搁底下另外一个吊车 GC6加几啊10个货柜，意外发生伫车山中道。高雄70号码头的工作人员向逃走，都惊互货柜拱掉。东方海外公司的一艘德班轮，它要进港作业的时候，那由于不明原因稍微有偏航的状态。那我们的航管中心在 VTS 系统里面有看到这样的状态之后，有进行相关的提醒动作，但是还是那个船方还是反应不及。受损的英明轮甲2台吊车是阳明海运甲旗下公司的，干那吊车2台都爱新台币6亿，其他损失要伫调查。事故也造成 GC8 吊车驾驶手骨轻伤，还有2名维修员受困伫 GC6吊车顶悬。消防人员到场用冰干吊车，将2人救到地面，好加载无什么要紧。你也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准备要下，还好了啊，报个平安就好了。当丰德班轮为第2港口进港了后，原本要停伫66号码头，想要到伫70号码头发生意外，70号码头也暂停装卸作业，由港务公司协调其他货柜场，则被影响准时使用甲进出口货柜运输。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今仔日是6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
香港的警方派出7000个警察，伫维多利亚公园甲全香港戒备，防止香港民众举办活动，而且以防疫做理由限制聚集。只要是穿乌裤、乌衫、点蜡烛、挂口号，这拢是违法的证据。来看《中国时报》，国内疫情严重，引起外国学生拢离开台湾，登去家己的国家。淡江大学短短1个月已经有168个外国学生出境。辅仁大学嘛有200多个，若台师大、真理大学、台北大学、总统嘛拢同款。但是咱国内疫情持续扩大，安尼后学期外国学生恐惊会减真多。来看联合报，疫情退烧影响经济，行政院昨昏通过纾困预算，也毋过各界拢有意见。亲像是连锁加盟的促进协会调查就发现讲，全台湾124间连锁店有2000多间门市拢已经关门，无咧做生意。批评行政院的纾困补贴、甲企业的营运补贴、甲员工的薪水补贴难做伙讲，无针对企业的损失做补助。业者就烦恼讲，国内的中小企业的帮盘会倒规片。来关心行政院通过纾困4点控的特别预算，一摆有730万人受惠，内容包括企业纾困、家庭的防疫补贴等等，计共预算是2600亿。上紧伫今仔日会开始发放，会当领现金。另外，家己做生意、劳保投保金额超过24000块的民众，嘛通领1万块的补助。国内还在疫情中，国际的疫情依然险峻。行政院决定，对于民众和产业受到的冲击，启动纾困4.0。纾困4.0特别预算案今仔日通过，总规模有2600亿。由行政院长苏贞昌带头召开记者会，经济部、劳动部等部会首长亲身报告。因为这波疫情是来了真凶狂，行政院扩大补助的范围，劳工的部分针对家己冒失头的，或者是无固定头家的劳工，以投保的薪水24000块为标准。若超过补助1万，无超过补助3万，而且有排付条款。申请的方式有2种，那去年有申请过，测试钱就会入口做。大概会有100万劳工你不用来申请，我们就是按照你去年提供的资料，我们来核拨。除了劳工、个人纾困的对象，还佫包括孩童家庭防疫补贴，1人1万；中介收入户3个月4500，农民1人1万；假类会员的渔民3万块；个人艺文工作者、客停车、游览车的运将、导游甲领队3个月3万。也若视障的猎人师傅，3个月有4万5，发放的人数是730万人。目前发放的时程分3阶段，6月初4先发放已经有资料而且合格的个人，初7启动事业纾困线顶申请，15发放孩童家庭防疫补贴，也有受理劳工的纾困贷款。劳工纾困贷款的部分呢，我们还再提供50万个名额，总共500亿的额度。来加惠这个劳工贷款另外一个中小企业的纾困贷款也会加码1200亿的额度所以这总共在这一波里面呢，等于额外增加在8000亿的额度。受到疫情冲击的企业，亲像餐饮业、娱乐休闲业等等，政府嘛有推出方案，营业额减50%以上的企业会提供1届的营运补贴，金额是以员工的人数，一个人补贴4万块。若是从下令停业，付的薪水无甲基本工资的，会以员工的人数，一个人补贴1万。也若补贴员工薪水的部分，是会发予因1届的补贴，金额是3万块，而且嘛要求企业袂当家己改善或者是收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7万例，死亡人数有358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8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9974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伫日本超过7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2800万例，巴西超过16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51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75万例。
镜头咧，国外美国鼓励民众量早去注意风险，是对外宣布讲，只要是达成拜登政府按算的目标，有70%的大人拢有注意风险。那安尼是，美国政府就要请全美国人满21岁的美国人免钱领美旅。啊，那英国是宣布，目前英国已经有3/4的大人拢已经做好头一档的预防针。这个趨勢是美國國慶，因為已經有至少62.8%美國人做過第一檔新冠預防針，讓美國疫情有較穩定。美國總統拜登也宣布一項叫做行動嘅計劃，若是伫咧這個趨勢達到70%的成年人攏做過目標，就請全國嘅成年人領美旅。Major League Baseball will be offering free tickets to people who get vaccinated at the ballpark. And to top it off, Anheuser-Busch announced that beer is on them on July the 4th. That's right, get a shot and have a beer. Free beer for everyone 21 years or over to celebrate the independence from the virus. 因為美國已經有差不多1.3億人做過一檔預防針，和疫情注射率總有較慢，自每一天80班降到60班。這項行動嘅計劃就是希望透過各種激勵嘅措施，包括100萬嘅樂透、贈球賽門票，再一遍擴大做預防針嘅範圍，盡量達到群體免疫。另外，喺英國已經有超過3950萬嘅成年人做過一檔預防針，佔總人口超過75%。As of midnight last night, I can confirm that we now have given a first dose of vaccine to 3/4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at we've started commercial negotiations with AstraZeneca to secure a variant vaccine, future supplies of the Oxford AstraZeneca vaccine that have been adapted to tackle the B1351 variant first identified in South Africa. 英國同時有超過2600萬人已經做過2檔預防針，目前正在忙忙放任防疫限制。初一也是最近10個月以來第一遍通報死亡病例數是0，也和月底解除防疫限制可能性愈來愈懸。公司新聞陳慧玲編譯。那巴西病例數是全世界排第3，巴西疫情嚴重，死亡人數是超過46萬人。真濟民眾是攏認為，攏是因的總統普索納羅急放風處理疫情無半步，所以佇一寡大城市發起抗議，要求因的總統落台。電視頂當日播放巴西總統波索納羅的記者會，不過市區的街路頂，民眾卡湯盤當頂的聲音四界攏聽到。受到疫情影響，巴西在新冠疫情當中死亡人數超過46萬人。根據政府資料顯示，剛這個月初2，巴西就新增加將近10萬人感染，也有超過2500人死亡。雖然波索納羅承諾民眾會當馬上得到疫苗，不過巴西國民卻是無佇心鬥，用噪音抗議的方式要求伊落台。Sinto profundamente cada vida perdida em nosso país. Hoje alcançamos a marca de 100 milhões de doses de vacinas distribuídas a estados e municípios. O Brasil é o 4º país que mais vacina no planeta. Neste ano, todos os brasileiros que assim o desejarem serão vacinados. 波索納羅表示，在提供疫苗方面，巴西 Fiocruz 基金會之前已經甲阿斯特捷利康藥廠簽訂轉讓疫苗藥物活性成分生產技術的合約，預定今年差不多10月就當生產第一批巴西家己製造的疫苗。公司新聞陳思彤編譯。鏡頭來，墨西哥佇墨西哥的東南部普埃布拉州發生地震撼落，出現一個80公尺寬、20公尺深的大窟窿。會當看到這個凹凹大窟窿的邊仔，閣有一棟民體，隨時有可能會落落去。當地政府即馬已經要求趕緊疏散，嘛呼籲民眾要趕緊離開。這個窟窿是頂個月29日時出現的，一開始是細細孔仔爾，結果是日頭變大，目前也在崩塌。崩塌的原因可能是土壩傷軟，加上地下水抽過頭造成的。今日6月初4是六四天安門事件32週年，香港政府用疫情做理由打壓民主派，限制因舉辦紀念活動，連六四紀念館嘛，互香港政府刁難，講因無摕到營業執照，愛關門。
简称港支联，也是支联会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主要干部。伫因天安门民主女神像的相片头前献花默哀。边仔另外一堵墙是1990年以来，当年伫维多利亚卡球场举办烈士纪念暗会相片。2021年的所在是规个拢乌色的。这原来代表着香港政府做北京的拍手来打压着民主运动，互香港的前途会当讲规个拢黑暗。那烈士暗会被迫停办，这间小小的烈士纪念馆，香港政府的食物环境卫生署也伫举行小规模纪念会的6月初1这天，以纪念馆无领公众娱乐场所的牌照为理由，认定纪念馆违反着相关法令。港支联干部认为，为了保护成员市民的安全，纪念馆会暂时关起来。不过，纪念烈士袂因为安尼都来法庭。Even though, it would be very, very difficult in this year to have a large-scale gathering to mourn June 4th, but still individually, Hong Kong citizens can use different ways, use different time, different location, to continue to mourn June 4th. 港支联是由真侪香港民主派团体甲政党组合成的，由各团体领袖用集体领导的方式来推动工作。因为主席李道仁这重要高层，伫香港版的国安法推出了后，先后被逮捕，包括着蔡耀昌、麦海华这几位副主席。随时因拢有防掠去的心理准备。另外，因也甲律师来询问过法律意见。作为来推动港支联工作，互纪念烈士的活动继续定根。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今日国际上又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法国一架对非洲飞去巴黎的飞行机，今仔日接到讲，伫飞行机顶有炸弹。加载飞行机已经平安降落，而且嘛无发现炸弹。来看以色列做上久的总理纳坦雅胡12党的政权可能要结束啊，因为有8个反对党达成共识，打算要组新的联合政府。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要签命令扩大禁止中国企业投资，检到外国媒体即马是报讲，拜登一定要先找好欧盟、日本、韩国来做伙合作，安尼禁令才有效果。来关心中国的厦门，通报咱台湾，共有2个台湾旅客伫机场互验出确诊，而且内底阁有一个确诊者，伊手头摕的就是核酸检测的报告阳性的报告，阳性阁互伊坐飞行机。即马立明航空是承认讲，这是地勤人员的失误，看无斟酌，愿意受罚。本土疫情当日退烧，边境管控应该搁较严格。不过最近所有民众 PCR 的报告是阳性，航空公司却予伊上飞机。指挥中心表示，事件发生伫5月31日，立明航空直接为松山飞厦门，比7月1日航班，一个姓陈的旅客 check in 的时阵，摕 PCR 检验报告，检管其实已经写讲是阳性，不过负责查验的地勤人员却无检查，干那看健康声明书，和确诊的患者上飞行机。第一次的时候，他在万华的专案是阴性，我们的研判他是因为要出国，要有再去做一次的自费采检。被判定为这个阳性的确诊者，那这个时间差的关系，他前往机场，航空公司的柜台只检视了他的健康声明，那因为他健康声明上面都是勾无症状。这航班有154个旅客，厦门机场唔能验出姓陈的旅客是阳性反应，港班机另外一个旅客嘛是阳性，当中2个人确诊。立明航空嘛发声明告讲，新任地勤人员因为旅客登记的资料真多，查验的时阵有疏失，强调公司会配合主管机关调查，而且追究责任，嘛持续加强第一线的员工相关作业的宣导，佮有教育。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整个流程会变得比较繁琐。道理来说，就是如果他有提供阳性报告，我们当然不太可能放行。那如果我们放行，就代表我们不知道他有提供。他的报告是阳性的，这个客人近距离接触嘛，在服务送餐的时候啦，病菌看不到，这个当然就是会有风险。民航局嘛提出3点的回应，要求立明航空马上提出检讨报告，嘛要求所有航空公司在旅客登机进前，要详细照目的地国家的要求，检查相关的文件。另外，这个旅客是不是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佮有居家检疫规定的部分，而且卫生单位调查处理。不过有空服员认为，松山机场使用人面辨识系统，最近因为疫情变严重，就予旅客自主选择。不过，若是使用人面辨识登机系统，无专人伫边仔查验，有可能会成为防疫空棒。
记者综合报道。那另外一个汉古代，这是苗栗竹南的京源电子，因为伊港宿舍发生群聚感染，苗栗县政府昨是针对因全公司7300个员工要求全面做体检，也毋过是互大家坐优点车去，而且规定人排做伙拢无保持社交距离。民众是质疑讲，安尼毋是颠倒，有可能会造成群聚，毋是颠倒害。游览车甲员工再去京源电子厂区要分配做采检，不过详细看入去的员工并无保持社交距离，外口咧等的员工嘛坐了真活。民众认为讲，安尼等于是另外一种的群聚。民众看就是真惊，烦恼疫情会袂收煞。苗栗京源电子厂的移工群聚传播链持续伫炭烧，竹南店长甲民众伫门口抗议工厂这边管控了无周至。因那里长是烦恼甲挂两下的喙暗，还佫密达，批评管府甲工厂这边反应拢伤过混沌。烦恼真的大爆发，因为他们外劳在我们村庄走动的频率啊，天天的每天在那边走啊。苗栗县初三新增加34个确诊的个案，其中32个拢是京源电子的员工。县府为初二下晡设置快筛站，到初三11点，已经甲368个人做快筛，阳性率是2.2%。接落来会甲全公司的员工做采检。苗栗县卫生局表示，目前疫调要持续伫进行，因若感染源要不明，当地调查。我们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9个足迹的调查跟比对哈，那主要呢是在它的中华厂定为是我们的一个热区，那其他的部分呢都是零星的案例。苗栗县卫生局统计，京源电子群聚的传播链，确诊的个案累计已经有45例，目前拢由专职病房做治疗。县府要求工厂这边都要加强对移工的管理，除了管制行踪，还佫有做工课甲带属的分流。因若采检的所在，嘛要求爱加强路线的管制，避免炭烧了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364例，也佫有校正回归补贴219例。咱台湾目前本土病例加强8777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3000例以上的所在，包括新北市有4233例。台北市3183例，超过100例以上的有桃园435例，彰化194例，嘉南162例，台中市151例。另外，昨昏有加17个死亡的案例。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加强9974例，看起来伫今仔日会超过1万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数字。来地方关心，台北市昨昏是新增加224例。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表示，疫情伫3级警戒有压落来，也毋过并无完全消灭。伊嘛讲，有43%的人拢是家庭内的群聚感染，所以呼吁民众伫厝内毋通做伙食饭。另外，台北市嘛有针对美容店、做头毛店这店头，是虽然无要求因爱停业，也毋过有规定讲爱限制人数。疫情有被压制。但是它并没有被扑灭掉，所以是一个，这属于叫闷烧型的。台北市第3级管制之下，上新的一天确诊人数冲到224例，指数予新北市。市长袁铁表示，为数据来看，感染已经扩到各社区，针对小型群组，爱用机动快筛队赶紧消灭。台北市超过2000人染疫，其中有1221例来自452个家庭，加户感染率43%。为防堵这空胖，袁铁爱大家伫厝内底唔通到店食饭。对那些年轻人，我知道其实他们的死亡率很低的，特别是50岁以下的。可是为什么把你放在防疫旅馆？防止你去感染别人，第一点。那对那些年纪大的，为什么可以放在防疫旅馆？防止你在家里变坏的时候来不及把你送医。专家学者建议台北市公开找出确诊者，毋过管体医院以疫区快筛为主，因为快筛阳性，PCR 核酸检测阳性率超过80%，应尽紧找出确诊者。另外，桃园县美容美发检，毋过台北市无对咧做，各定出每回做面巾消毒，实施无药坐顶，数字自主遵守文化。预约制让那个空间里面存在人越少越好。但你说有没有什么稽查制度？坦白讲我们警察也不是没有其他事情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要诉诸整个国民的大家尽量去遵守。
也针对98间老人安养护机构、2间长照机构、3900名工作人员注册，各组疫苗。预计是在明天开始开打。那今天盘整完造册已经全部完成之后，已经从今天这一刻开始就已经正在施打。公提指出，台北市若每10万人有400人确诊，透过3级管制会守住疫情，若升级4级，硬封城会重创经济。考察建议先互放假疫区注疫苗，不过疫情已经拓开，若即摆要注也使，只是以疫苗挡疫情效果无大，基本上依然会锁定疫区先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高雄市政府伫顶个月有启动长照中心的工作人员全面做体检。伫某一栋大楼内底有9间长照中心，经过快筛了后，有8间的员工拢有出现阳性，也毋过加在伫核酸检测的时拢变阴性。若伫高雄昨昏是新增加一个确定病例，是个居家隔离期间发病。伫台南是有加2例，是白河泡茶的群组感染，又搁传出去的案例。穿隔离衫的工作人员伫游览车顶悬咧指挥，边仔还个人坐伫大楼前咧等。这栋伫高雄和平路顶悬内底有9间自属型的长照机构，市府顶5月底针对长照机构工作人员全面快筛，9间有8间拢提出阳性，好加在PCR检测全部阴性。在快筛阳性的个案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就是以这个疑似个案来处理。那疑似个案的处理状况在移动过程当中，当然个人防护装备是最重要的。市府统计到7日为止，长照机构快筛2985人，虽然有阳性反应，不过PCR检测拢是阴性，爱市民放心。不过初3这一天，高雄也是增加一件本土病例。高雄市有1例的本土个案，那它是属于之前的一个家庭内的群聚感染被隔离的对象所以这个在隔离几天之后发病。这确诊病例是国家隔离当中发病，无行踪因公布。另外，台南也有2例是白河泡茶群组感染的延伸。这摆确诊是初2，确诊病例孙仔甲厝边。这个传播链到目前为止所匡列的人，目前为止都已经裁剪完了。除了这几个我们公布的病例之外，其他的都是阴性。所以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市府表示，确诊的孙仔因有透露，一个扣列30几人，进前所扣列对象，扣除前一天确诊的2例是因为温床无被发现以外，其他采检结果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本土病例严重，加上不时嘛传出有确定病例伫病院内底乱，互医护人员工作压力是愈来愈大。有护理工会就出面呼吁政府爱重视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健康。大家不敢讲现况到底是怎样？你所谓的安定民心，你要安定民心，你是安那些民众的心，然后欺负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吗？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芳伫面册直播，讲出心中的不满。会遮尔生气，是因为即阵仔发生新冠肺炎确诊者伤害护理人员的事件，也有临床护理员表示，病人对护理师歹声哨、起骹动手是接发生的代志。我自己也被用过右手挫伤，没有办法工作1个礼拜的。他自己有多次就是自己把管路扯掉的倾向。那为了保护他，我们本来就会做保护令的约束。那他不开心，在我转身要离开病室的时候踹我，所以我就直接跌倒在地上。护理师表示，因也是专业人士，毋过袂少病人将因当作是服务人员。即站台湾本土疫情严重，护理人员毋但爱烦恼自身安全，第一线能力无够的问题嘛愈严重。我不太觉得陈时中知道医疗量人的真相，因为医院爆出的 data 永远是美丽漂亮的耶，我们永远都在做假资料给陈时中，我们永远在做假资料给卫福部，我们永远做假资料给民众，说他们很好。台湾医护欠工，毋是这2-3天才出现的问题。杨秀美讲，基层医护人员报告，整体产业的结构出问题，才会出现病人失控、医护履职等等的现象。嘛希望民众会当表现好，政府知影对医护人员的需求，政府才会重视。若无，见摆拄到重大灾害，才来补破网，根本补袂赴。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咱全国三级警戒，甲单已经3礼拜啊，真侪运动中心甲公园拢已经关起来啊。关系运动的老大人无所在通去，为着要鼓励老大人伫厝内嘛爱加减做运动，台北市社会局有推出居家防疫运动影片，相信会当参考看卖。慢慢的把你的手往下碰地板，好，被打之后，然后往后跳。第2影片做运动，昨晚囡仔因为防疫停课，伫咧厝的线上上课。自课程的运动项目也袂当少，要过毋若是囡仔爱运动，老大人即马嘛正欠运动。台北市社会局甲个人健康检验中心合作，最近拍4大人居家防疫运动影片，伫厝内看影片第一运动。好，手轻轻的放在上面之后，身体要练习脊椎拉长。我们的训练就会从椅子上面，可能让他们练习用正确的方式坐起来，然后做一些变化动作。那甚至是让他们练习在椅子上面做骨盆的转动。社会局讲，即马是3级防疫，运动场、公园、社区关怀据点拢无开，所以才会请职业健身教练翕影片，最后分做基本动作加体能提升分阶段安排。台北市立大学运动健康科系主任张国伟讲，一般人若是过50岁，身体肌肉量会减少1%到2%，最上重要的项目就是用运动训练筋骨。因为肌肉力量是根本嘛，那你有足够的肌肉量，你才有可能练到心肺。那当这个心跳率能够拉上去之后，那我们才有可能增加像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要提高，那它的机会才会来得更大。张国伟讲，防疫进入第3礼拜，是考验大家身心状况的时阵。居家防疫运动影片会自随时开始，一天提供一部放伫咧网络顶。目前有10集，拢是用简单好学的方式，互厝内大人囡仔会当做伙做防疫兼运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避免疫情对产业造成影响，咱全台湾头一座伫科航园区的体检站已经伫新竹科航园区成立，目的就是希望要互伫科内底的员工甲家属通好做体检，而且甲快筛抑个核酸检测2项拢有。中山达超过代表1.2条的新竹科航园区，面对疫情，每一间厂商拢严格控制公司人员的出入。为了加强园区防疫，车沙阁成立全台湾第一座园区体检站，未来会使就近替园区从业人员做体检。怎么样保障自己、保障家人、保障公司，都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所以今天有这个筛检站呢，是我们园区厂商培训员工的一个福音。我们有信心，也用最大的努力，希望来守护新竹科学园区。那我们服务的对象优先是园区厂商的从业人员跟他同住的眷属。我们希望守住园区，守住台湾的经济。虽然讲比拼全国的疫情，新竹算讲较无遮严重，不过市长林志坚强调，一定要配合防疫工作，才使共度难关。守住竹科，就是守住了我们台湾还有全球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那因此新竹市政府在疫情这段期间我们一点都不敢松懈我们在最短的时间5天的时间，打造了这个社区筛检站目前体检站一天会使提供80至200件的体检量，但是发现民众快筛结果是阳性，会连面进行 PCR 体检，加费用量测，取予台湾科技产业。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目前咱国内疫情较严重，国内有旅行业者就表示讲，因发现讲5月份飞去美国的飞机机票卖甲真好，甚至有的拢客满。因为去美国有的可能是要开学，有的要做生意，不过无人在回讲，因是要去注意风险。即阵全台湾大约50万人住过有风险，注射率差不多2%，甲非洲差不多，伫咧全球算排尾段。那美国是已经住超过50%，而且当地开放毋是美国籍的民众摕护照，会当伫咧机场、卖场来住。最近中央航空是搁加开直飞美国的航班，自本一礼拜飞3班，即马飞7班。到美国的这个机票的开票量的需求，5月份相较于4月份是成长73%。就我们所了解的航空公司在5月份的搭载率大约在50%左右。
但是到了5月底、6月初的时候，搭载率都已经达到100%。旅行社表示，疫情开始断了后，台湾直飞美国的旅游票较无销，大部分拢是商务客。即马毋那6月底进前的票拢无啊，票价也变贵。商务舱一张往回无20万台票卖起来。在旅行社端可能帮客人订票，但是客人到了美国之后，他们去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变成客人自己的状况。若看桃园机场5月到6月出入境的资料，5月下旬出境的人确实有小可增加，尤其5月21、28出境的人拢超过2000，6月初2甚至超过2500人，甲本土疫情爆发之前，逐天出境的人次1500人以下比起来明显增加。那台湾伫咧去年3月中旬，就禁止旅行社做观光团，也禁止因有医疗目的来招人客，准若违规会去罚款3万到15万，甚至吊销执照。记者洪敏珍、林玉凯台北报道。政府推出纾困4点控，内底嘛有农业的纾困措施。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就表示讲，下资结业农渔民会使摕到1万块至3万块的补贴，而且嘛有提供40万的农业纾困贷款。而且农委会即马已经建立好物流的调度平台，菜苕、果子甲海产拢会当伫平台顶头卖。行政院的纾困4点控特别预算通过，农委会表示，即摆农委会编列到196亿。其中的174亿伫排付了后，会用来做农渔民的生活补贴经费。有符合资格的农民，每一个人会使得到1万块；渔民爱看投保薪资，上悬会使领3万块。陈吉仲强调，上紧明仔载补贴到的8日口座，莫着急起农会路坡啊，避免捐助风险。到底是3款的农民会使领，第一条农保的资格，我们还有2个部分的农民也可以领，也就是说去年有来申请而且通过的实际耕作者，以及我们跟农粮政策对接的所有的这些农民，你只要投保薪资2万4以下的，你就领3万块；你超过这个2万4的投保金额的，你就领1万块。陈吉仲讲，即摆嘛有提供农业纾困贷款，去年有申请农家综合贷款的人，嘛会使过来申请。伫现款的部分，嘛有暂时免息的措施，希望互民众会使度过即摆向来的疫情难关。你只要去年有申请农家的综合贷款，不受一次的限制，今年也可以来申请。所以我们的农家的综合贷款40万，是可以让各位持续的来申请。销售的数路是袂去学校做学校营养午餐啊，常常是咪学校停课，做迄线的供应的菜量，常怎啊缩起来。哦，啊，毋过家庭菜买的部分是增加。常常无就转过来这边啊。农民表示，有纾困是真好，也毋过即摆疫情的影响，运送的时阵拄到一寡困难。陈吉仲讲，有建立农产品的物流调度平台，结合邮局、民间货运业等等单位，若是农渔民有需要，拢会使甲这个单位联络，得到帮助。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在镜头来国外来关心疫情改变大家生活。全世界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对抗1冬外，伫这段时间嘛，真侪国家是互民众、互劳工伫厝内办公，所以真侪国家即马嘛开始咧思考讲，疫情过去了后，永久伫厝内办公的可能性。所以伫巴西已经有一寡都市的居民决定搬去庄卡大。那美国的联邦政府嘛有意思想要互200万的员工永远转型做伫厝内办公。巴西南部的帕拉伊巴河谷以种咖啡豆啊，全世界出名。这即马正做想要离开新冠病毒的都市人，抓来这大个好所在。原本住伫巴西里约帕雷斯，因为严重疫情，去年买这咖啡园甲小型饭店，来到这透过网络做相关生意，也阁经营新闻网站。Eu que não tenho nenhuma vontade de voltar para a cidade grande, até porque eu faço meu trabalho que eu tenho lá, os meus negócios, eu faço aqui remotamente, pela internet. 受新冠疫情大流行影响，巴西愈来愈多人因居家办公，都转去电影生活。过去1年来，敢若是都市郊区庄卡帮山的询问率增加7成。
目前，美国政府也在研究，和联邦政府员工在后疫情时代维持居家办公的形式。只是官僚机构因为依然有传统观念，因为居家工作比正式办公室工作较便大，所以接受远距办公的想法不如民间企业。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已经部分政府机关愿意提供员工在办公室以外所在工作的选项，亲像农业部，每礼拜要有4天居家办公，也佮扩大虚拟甲远距工作地点范围。目前经济调查显示，规个美国联邦政府员工的远距工作率已经为疫情流行进前的3%，在去年达到高峰期59%。其中，在国防部、5角大厦当中工作行政人员居家远距工作比例也为11%升悬到75%。虽然拜登政府希望在后疫情时代，互全国210万联邦员工用尽可能加做永久居家工作，按个部分特殊工作，亲像国家人事档案中心的员工，因为爱提供退伍军人相关物件，可能得到医疗保健甲丧葬墓地权利等。不过要推动永久居家工作，可能引起争议。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再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疫情指挥中心甲全国各县市开全国防疫会议了后，即马正在开记者会说明上新的情形。咱来听记者会说明。的疫情能严峻应该要加强持续来加强管制的措施。那第二个是双北以外的地区病例数有逐渐增加的状况，那且出现不明感染源个案及群聚的情况，显示社区的传播风险仍然在持续上升。那必须要加强接触者的追踪管理，严防爆发社区流行的疫情的可能性。第三个是此波本土疫情病例的年龄较之前病例为高，重症跟死亡病例以60岁以上具潜在的病史为多，那需要加强医疗分流的收治的流程，那来确保医疗量能提供高风险的族群，降低重症跟死亡的病例。那这个是我们特别透过整个疫情的现况来让地方政府知道必须要采取的措施跟计划。那第二个是有关于强化全国指定检验网的 PCR 量能跟分流的部分我们在会中也让地方政府来充分了解。那我们医疗应变组持续来扩充那指定的 COVID-19 检验网络的最大的能量，那建立责任区制跟分流的机制，那包括同县市与同区的分流，这个同区是指医疗网的同区跨县市与跨区的分流，以及人员分工。那这个以提升检验网 PCR 检验的能量跟消化基建的压力。那这个也特别跟县市的这个卫生主管机关也让他们来了解。那第三个是有关地方建制的加强型的防疫旅馆，那我们会比照集中检疫场所相关派驻维护安全作业的地方员警及其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原则上会比照集中检疫场所的处理机制，可申请相关的防疫津贴。第四是鉴于部分县市的企业群聚的案件，那特别提醒各地方政府，如果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应该要尽速完成筛检的作业，以确实进行相关隔离作为，并要求企业团体落实员工自主健康管理，遵守防疫的相关措施，预防群聚事件再度来发生。第五个是各地方社区采检站的设置的运用能力的部分，我们再次请县市政府的卫生主管机关请以基层的医事能力为主，那尽量避免运用医疗院所的能力，以利医疗量能可以有效的运用各地方的集中检所的病患的安置，以源头进行分流。来去执行相关的措施第六呢，我们为了要加快疫调的速度，所以我们会中有建议县市政府要紧速建立 call center， 那这个是为了要迅速确实的掌握确诊者的相关足迹跟他接触的对象，那强化及组织公卫能力的运用。
有效进行确诊者足迹前端的扫描追踪的作业，以比例及早掌握确诊者的足迹，匡列出可能遭传染者，有效围堵疫情。那这个我们是希望地方政府来加速，来组织这样的一个 call center 来做适当的处理。本土疫情若亲像有搁举起来，乡亲防疫措施袂使放零。再来天气报你知，要提醒乡亲，气象局已经针对彩云风台发布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今仔日风台也上划近咱台湾，陆上风台警报警戒范围冇扩大，恒春半岛、屏东、台东拢爱设置强风大雨，大台北各地头的山区嘛爱设置上大雨。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是23度至32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